有一天关注中平的原住民青年，杂志去到内政部交诉愿书，要求户政系统爱互因身份证顶头，敢若会当写族语拼音就好。因表示讲，原住民族的名称其实有文化传承，强制用汉字是一种主流文化压迫。我这个身份证啊，汉字那么大，我的族语名字这么小，几乎看都看不到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名字。 提出进前去户政事务所的申请书，希望身份证敢若只有罗马拼音的族名。除了这位泰雅族的包都白眼，也阁有其他原住民青年诉求身份证顶悬应该爱直接用罗马拼音，才是因本地族名。所以在我们在太鲁阁族的命名的文化里面，是孩子的名字跟我们家长的名字是连结在一起。 名字本身它有很重要的意涵。当我们对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们很少去谈汉名这件事，因为汉名跟我的关联性真的不大，汉姓跟我的关联性也真的不大。因表示，族名有原本的意义，唔是汉字直接翻就会使。过去申请收到机关的回函，是爱顾到作业的便利性，但因的权利的。 所以，因要求政府爱开放族名单独放伫身份证，尊重原住民语言文字，理解原住民文化。这摆也特别将诉愿书送予内政部，现场由户政司的代表接收，表示会搁交予顶悬欢迎诉求。记者田家文、郑海文台北报道。